美国监管管理委员会采购的是对世界上上大的加密货币平台币安阿国研执行长提出告诉，指控因甲交易量讲甲伤悍，而且转移客户的资产，提出13项罪名。这个消息一出来了后，比特币是落价稀累咧，嘛出现3个月以来新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采购各项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对币安甲执行长刘忠平提出13项民事诉讼，包括碰红交易量、转移使用客户资金、无限制美国客户使用因的平台、伫市场监控方面误导投资人等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出，币安伫美国创立的独立实体，也是为了闪避美国联邦证券法的精神策划。SCE 主席詹斯勒发布声明，指控刘忠平甲币安的实体参与真快早期利益冲突，欠透明甲调讲逃避法律的网络。I think most governments now understand that adoption of code, regardless, it's better to regulate the industry instead of trying to fight against it. 刘忠平2017年创立币安，好业起来，形势真请赢。这已经是今年3月美国商品机会交易委员会提告以来，币安甲刘忠平搁一摆互美国当局控诉。币安推文表示，会大力行会管理平台，批评 SEC 技术沟通接触，形势欠透明，威胁到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创新甲领导中心的角色。也强调币安毋是美国交易所、美国证监会的行动所及有限，币安甲旗下平台上的用户资产拢是安全的。币安的加密币平台去年每天交易量大约是650亿美金，100级界。美国消息传出了后，币安家己的币安币落盘超过5%，全球上大的加密币比特币也同步6%，是3个月来新低。公司新闻协会总编译。